Bible Story。耶穌見到一大班人，就上咗山坐低。門徒嚟到佢面前，耶穌開口教訓佢哋講：虛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；貧窮嘅人有福了，因為神嘅國係你哋嘅；哀慟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安慰；溫柔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承受地土；飢渴慕義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飽足；憐恤人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蒙憐恤；清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見神；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稱為神嘅兒子；為義受迫害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但你哋富足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受過你哋嘅安慰；你哋飽足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將要飢餓；你哋嬉笑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將要哀慟哭泣。人都話你哋好嘅時候，你哋就有禍了，因為佢哋嘅祖宗對待假先知都係咁樣。你哋係世上嘅鹽，如果鹽失咗味，就唔可以再用。你哋係世上嘅光，燈點亮咗就要放喺燈台上，照亮一屋嘅人。我嚟唔係要廢掉律法，乃係要成全。邊個廢掉呢啲誡命入面最細嘅一條，就喺神嘅國度稱為最細。你哋聽見有話唔可以殺人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凡向弟兄動怒嘅，就難免受審判。你哋聽見有話唔可以奸淫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凡見到婦女就動淫念嘅，呢個人心裏已經同佢犯咗奸淫。你哋聽見有話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唔好同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右臉，連左臉都轉過嚟俾佢打。你哋聽見有話愛你嘅鄰舍，恨你嘅仇敵，但我同你哋講，要愛你哋嘅仇敵，為迫害你哋嘅禱告。你哋要俾嘢人，就必有嘢俾你哋，而且用十足嘅升斗，連搖帶按，上尖下流，咁倒落你哋懷裏。你施捨嘅時候，唔好叫左手知右手所做嘅，要喺暗中施捨。你哋禱告嘅時候，唔可以好似假冒為善嘅人，你要入屋關上門，喺暗中向你嘅父禱告。唔好為自己積財寶喺地上，要積財寶喺天上，因為你嘅財寶喺邊度，你嘅心就喺嗰度。你哋睇天上嘅飛鳥，都唔種唔收，神尚且養活佢哋，你哋唔好憂慮講乜食乜飲乜着乜。點解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唔諗下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先除去自己眼中嘅梁木，然後先至睇得清楚。瞎子豈能帶瞎子？兩個人唔係都要掉落坑裏咩？學生唔可以高過先生，凡學成咗嘅，不過同先生一樣。你哋祈求就俾你哋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幫你哋開門。你哋要入窄門，因為引到滅亡，嗰個門係寬嘅，路係大嘅，引到永生，嗰個門係窄嘅，路係細嘅。你哋要防備假先知，佢哋嚟到你哋呢度，外面披住羊皮，裏面卻係殘暴嘅狼。憑住佢哋嘅果子，就可以認出係佢哋嚟。冇好樹結壞果子，都冇壞樹結好果子。凡睇樹木嘅果子，就可以認出佢嚟。凡聽見我呢啲話就去做嘅，就係一個聰明人，將房子起喺磐石上，雨淋、水、風吹，房子唔倒塌。耶穌講完咗呢啲話，群眾都稀奇佢嘅教訓，因為佢好似有權柄嘅人，去教訓佢哋，唔似佢哋嘅文士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